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籃球研究室，我係飛佬。今集我想講下無球跑動，即係我哋成日叫嘅走位。簡單嚟講，無球跑動係指球員喺冇持球情況下，透過跑位、變向、假動作、單擋佢哋等等嘅方式，為持球者創造進攻空間。而且無球跑動亦都為自己製造空檔同埋破壞防守陣型。我曾經睇過一場學界比賽，進攻嘅一隊通過積極跑動同埋傳球，輕鬆地破壞對方嘅區域聯防並且得分。然而，常見嘅無球跑動有底線跑，即係跑到底線後，再繞上到大約3分線嘅位置，伺機接球投籃。Pick and roll， 即係隊友利用身體為持球者進行擋拆，令持球者獲得空間進行投籃或者突破。無球跑動嘅隊友亦都可以趁機反跑尋找機會。交叉跑位，透過假動作或者跑位換位，成功引開防守者，從而為製造空檔。切入，喺無球情況下突然切向籃框，或者透過 V cut、L cut 等嘅方法尋求接球上籃同投球嘅機會。我之前都分享過 V cut 同埋 L cut 嘅方法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一睇。另外，我認為執行無球跑動時有3個重點，無論你係球員定係教練，如果你可以掌握以下3點，你嘅籃球層次又會多上一級。第一，規則。喺比賽中，球員如果違規，之前所有無球跑動都幾乎係白費嘅。我見過較常見犯規有移動嘅單擋，翻後場為例，禁區內停留超過3秒及單擋嘅時候，球員用手勾住防守者嚟嘢等等。第二，了解對手同自己嘅強弱點。為咗正確進行無球跑動，你應該問自己幾條問題：一，對手嘅速度點啊？如果防守者比你快，你應先想切入方向嘅反方向移動，咁樣可以迫使防守者跟隨你走，然後再切入擺脫對手。若防守者較慢，你可以直接切入，無需假動作。二，對手係咪擅長協防？理想嘅協防位置應該喺防守者、球同被防守者之間形成三角形。如果協防者位置合理，你可使用橫向傳球；若果防守者靠得太近，你可用快速切入擺脫防守。三，對手對抗性係咪強硬？若防守者喺切入嘅時候表現出強硬身體對抗，你應利用速度或掩護嚟擺脫防守。四，防守者喺協防嗰陣係咪保持良好防守姿勢？若果防守者企得不直，移動速度會受限，你可以利用快速變向來創造空位。五，防守者喺進攻球員切入嘅時候係咪會轉頭啊？若防守者轉頭，佢將失去對波嘅視線，你可以持球隊友溝通，喺防守者轉頭嘅時候接球。六，你切入時邊個持球？呢個決定咗切入者將會接到邊種傳球。例如中鋒持球通常會傳高球，若是後衛持球通常會傳彈地球。七，持球者係咪處於突破籃框嘅有利位置啦？如果答案係正面，你應避開突破路線。八，持球者係擅長突破定係定點投籃啊？突破者容易吸引協防，而定點射手則不易吸引遠距離協防。九，球員之間係咪溝通良好啦？良好嘅溝通有助於無球移動嘅連貫性。最後一個重點係永不放棄。一場比賽中唔係次次冇球跑動都會造就得分，甚至有時一啲錯誤走位會阻塞隊友嘅進攻路線，令到氣力就付出啦，但係得分機會就錯失咗，的確令人想放棄。儘管如此，我帶啲初學者比賽時，我會十分鼓勵佢哋走位，就算佢哋根本唔識得咩叫走位，我都會叫無球球員周圍跑，因為只有咁樣做，先可以有機會破壞對方嘅防線啦。當然，最好比賽前已有充分嘅默契啦。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如果覺得有用，請分享俾你嘅朋友，鍾意嘅按讚同埋留言，多謝各位，我哋下集見。